全部都跟水有关系，超好玩的，而且超劲爆。所以呢，或许在最近呢，接到很多我们的相应的成员，很抱歉，都不见得是来自于国小，而是来自于社会层面的，曾经参与过的各小学的小朋友，都一直在问说啊，我们的贵单位的夏令营几时要办？一个活动，当你办到还没有要办的时候，当家长都想要问说几时要办的时候，那个活动呢就表示呢，真的就是越来越成功。我们不能说非常成功，就是越来越成功哦。好，那么活动的目的，第一个就是要认识自己。为什么是认识自己？因为呢，当你住在那个环境啊，林老师，你本来口才就很好，不是，或许一直从国小到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或许是小从5、6年级，因为妈妈得了鼻咽癌，进了台大，把家里的家当都耗尽了。所以呢，本来是真的可以请长工啊，到最后听老一辈在讲哦，就整个呢家里的家当几乎可以变卖的都变卖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健保，所以呢花费了100多万。那造就了后学从小就有一种很自卑，就是说从小没有妈妈的孩子，没有爸爸的孩子很可怜，很奇怪，只要没有妈妈的孩子啊，人家就会唱那一首歌，没有妈妈什么。哦，很好聪明，我不是要唱那首歌，我要唱的是《象征草》那首。哎，对呀，也是这首歌啊。哎，你们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比较全是，对干嘛？有吗？那这个比较好。那所以呢，在活动里面可以把你带出来，一个讲师他会把你的心灵打破，把你的沉闷打破。所以呢，或许非常感恩，我去到彰化2学那一堂课里面，虽然后学只有写到2个舞步，就是当我同在一起。其实整堂课2个钟头，那个讲师讲的那么快，我们的头脑又没有那么快，所以呢，当我同在一起，还有一个就是南海姑娘，我只会记得那个步伐，然后讲师说你要大声点，我就记得这2个步伐。不过后来呢，就这样的心灵上的创伤呢，真的有调整过来哦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要相互认识。营造气氛，制造机会，打破这个陌生，感动和凝聚整个团队的共识力。那我们也曾经办过那个叫做未婚男女的那个活动，哇，那个县政府办的那个活动才超棒。然后也要负责去主持，还要当红娘、当媒人婆，真的这是真的。而且去年主持好几场，还要当介绍人，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婚礼的策划。那或许主持婚礼的话，很不价夫毛，就是因为我们是道化家庭，所以呢，或许有要求我们在主持的典礼。当然，年轻人有很嗨，像前不久这个12月份的年底那一场，这个新娘子其实已经怀胎5个月了，但是她还把新郎整到吃光了，桂窝光。190块的零钱要干嘛照？新郎那一天怎么会带零钱啊？找隔壁邻居兄弟堂兄弟找了99块，找不到怎么办？找正在焦头烂额之际，这个岳母哦，因为先知道他女儿的那个题目，你知道吗？既然拿一包啊，对，我公太安呢，对吗？啊，这个岳母真的是很怕女性哦。大家有说这个新娘子不娶了，第2关那个关都是关，真的很难的关，我们有机会再分享。如果有机会想要学这一块的话，好，这个第2个呢，就是活动原则一定要考虑安全，考虑场地，场地会影响你设计的一个整个逻辑跟概念，因为场地不宽敞，你要带大旁的时候，可能呢就会影响很多东西。像或许没有来之前呢，我们就会跟总干事接洽，我们的场地宽敞。是与否？那怎么样去带活动？麦克风、音响是否可以在当地呈现？如果不能当地呈现，我们用的东西尽量就是不要道具，只要1支麦克风，或是不要麦克风，也可以来带活动。比如说最近我们在我们国塔在5月27号一个户外联谊，这个户外联谊呢，读经班也就罢了，读经班小的小嘛哈，大的大啊，再来就是妈妈们还都我们这个年纪还 OK， 结果呢，我们的助理出一个难题给后学，说我们呢来办一个读经班跟国务堂的老
但是知道吗？前一天晚上，下大雨了，我就问我先生说，明天天气如何？你不会看气象报告吗？然后就打电话问助理，问点传师，点燃施工，点燃师没有给后期答复，点燃师短了久，我怎样意思啊？点燃施工明天会好天气，其实呢，隔天一大早起来，其实我的动向当然一定有一个考虑后因啊，就是如果下雨的话怎么办？就是一到室内，就是我们有些通知单有写，下雨就是在神云山，没有下雨好天气就是到啊，隔天就有人打电话，什么叫下雨？什么叫好天气？下雨的程度是毛毛雨还是什么雨？哦，这真的很难。好，不管我们最后宣布是，只要明天就是出门。当然那个笔试我们有讲，笔试是什么情形之下，就那一天真的到了这个太管处，全部的凉亭没有一个凉亭是有墙壁的，凉亭顾名思义就是东边西边的风都吹过来哈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凉亭不知道有没有呈现。然后呢，更离谱的是，到了10点的时候，正在闯关的时候，后姐在带飞扬剑关，带一带游戏规则，没有跟从好的时候，雨突然下来了，结果就这样闯关，带着老菩萨，他们就去闯关。我们就在这个凉亭哦，10点多，这些老菩萨被各个青年班、各个比较社青班的年轻人一组在20个，分了6大组，带到各个关区去闯关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凉亭，这时候我们的总务组说。姐妹，这下怎么办？我说您想办法，因为你是总务组，后学是活动组啊。他说好，我就这么决定了。后学回去带一个东西来。您知道那时候这个已经集合完毕，各个大家已经去闯关了，已经关卡人员闯关了，都去闯关。那个凉亭剩下办事员，办事员说，那中午又要在这边吃，还是回国场？回国场的车程要40几分钟，而且下大雨哦。我们就说好，这个填写来的，把帐篷呢，把这个整个没有边的这个凉亭整个用布棚围起来，然后呢把桌子全部打好，把椅子全部排好，就是各组分配好之后呢，老菩萨他们一出简报室因为游客中心都有简报室，一出简报室，衣裳都撑不住，待会怎么吃饭啊？结果他们缓缓的从阶梯下来的时候，挤到了这个帐篷底下呢。发现这里面怎么这么温馨 ？OK， 可以挤下170几位的前大的在那边用中餐呢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在策划活动要不要克服很多？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所以呢，今天或许来到这边，真的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，感谢上天的扶持，感谢所有办事员的扶持，感谢每一位学员的认真，所以给自己掌声吧。好，那活动的类型呢，我们分为团康式的，那么也有环游式的，我们待会一一来带领。那活动的带领技巧，就是开场的起承转合的营造，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像或许刚刚是唱一首歌，那因为前面是因为有讲师在讲课，那我们也可以讲是一个爱偶像，它也是一个营造气氛的开始。那看是你主持的是什么场？如果你今天主持的是一个非常庄严肃穆的法会，那这个萤火晚会可能就是要用借由蜡烛、借由灯光的熄灯来做营造的气氛，用感恩礼来把每一位这一份来自于上天纯善良、纯善的那一份圆坨坨的心呈现给我们的天地。后学常常跟我的孩子说，人生不在于长短，人生的幸福不在于拥有的多，而是你付出的多，这是你最快乐的。所以后学希望把这样的传家宝也传送给自己的孩子们，也分享给我们今天来的在座的伙伴。那么开关前的计划准备，一个人在看港给到费点难。多人好做事，真的一定要这样想。那我们策划的活动一定不止自己知道，要很多的伙伴们来参与，这个活动一定会成功。为什么？当你忘记了，其他的伙伴会补你的不足那么反复的练习跟音量呢，还有我们在活动整个流程里面要做笔记，要摄影。那么笔记要做什么？笔记不是说就是都记好的，要记切实。那么精华点一定要记下来，回去乱不知道的不要客气，有机会可以打电话来问汤晓老师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真的我很勇敢，我有分享给我们的前人辈听。我递了一张名片，我要递名片的时候，我们家3个宝贝跟我吐槽说：“妈妈，人家汤晓老师在台北，站在舞台上
说后学的11点钟方向的这个学点提起力，最后面一桌提起力，要请你们退到后面去，要来帮后学一个忙，就是把你们现在桌上的东西先清空，把你们的桌子椅子撤到旁边去，因为我们待会要到后面是带团康，后面2排对，就后面2排。对，收到旁边去，然后把桌子撤开。好，共好，你有学到，太棒了。好，我们在他们在册子当中，我们喜爱的鼓励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花花龙写过来，爱的咖啡牛腩好吗？好，爱的鼓励之后呢，它这个它呢是用你那一张，跟你的脚，你的手要比上你的右脚，它飞，牛在哪里？牛在这里，牛来。好，爱的咖啡牛腩，咖啡牛腩。好，记得这时候不会是那你会是这样默契大考验，有没有默契大考验？后学现在只有它有声音，其他只有动作哈。爱的咖啡牛腩，最不担心的就是我们待会因为是他的事，只有他有声音，其他没有声音啊。飞跟他不要有声音，其他有声音，剩下什么有声音？要知道。还有一个妙的，来，爱的鼓励，火车的时候来，大家呢，火车开进了火车站，你要这个动作，来，全班起起。来，我们先示范慢动作哈，火车开进了火车站，这时候你们不要说站，后学说站就是站就是站站站，好，大水冲进了龙王庙，你们要怎么办？你们要说，你们是说大水冲进了龙王庙，预备开始。大水冲进了龙王庙。好，这时候慢后学啊，妙的行，妙的行，妙妙妙，安内样的。好，爱的火车站。火车开进了火车站。站就是站就是站站站。然后大腿，然后双手。
是。好，两位可以吗？好，两位来，他的福音照呢？来，他如果写的到时候也可以签好不好？来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，就这样来，来，哔哩，来，转这边，哔哩，找两个哦，一个两个哦。好，来，可以了吗？来，哔哩咔啦，我一个伙伴跟我配合。来，注意。